哇！為咗呢塊漢堡扒，足足等咗成2個鐘，究竟佢有乜魔力呢？東京排名第2，全國排名第6嘅人氣拉麵店，食完會唔會飛天呢？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，又要努力拍片賺點擊買大屋俾老婆啦。香港人就一向中意食日本菜啦。話說最近有2間人氣嘅日本過江龍餐廳，分別係主打漢堡扒嘅山本漢堡，同埋塔貝洛東京排名第2嘅拉麵店拉麵屋島。究竟佢哋係名副其實定係虛有其表呢？今集同大家去實測一下。第一站去試山本漢堡先。山本漢堡咧就源自日本東京，原來係之前介紹過鯇肉宇米嘅始祖品牌，但係兩者嘅路線咧截然唔同。鯇肉宇米就以炭燒嘅方式，而山本咧係以鐵板慢煎嘅。餐廳新開冇耐啦，人氣係誇張到一個點啊！我哋5點幾嚟到啦，由天光等到天黑，成個商場行勻晒啊！足足等咗成2個幾鐘先可以入座，真係佩服自己嘅耐性。裝修係典型嘅日式洋食屋風格，木系設計，樓底夠高，有啲4人台會分拆成2張嘅2人台，呢啲座位就變得特別擠迫。坐低後冇耐呢，職員就送上一杯 welcome drink。我問職員呢杯青 BB 望落好健康嘅飲品呢，係用火箭菜啦、奇異果、青瓜、西芹同埋蘋果打成嘅，酸酸甜甜，仲有果子咬下添，飲落都幾清爽。雖然味道就甜啲，可以幫你晾一晾個胃，平衡翻之後嘅油膩感。我哋研究一下餐牌啦，餐廳有一系列嘅沙律啦、配菜、三文治，漢堡扒套餐就包括日本白飯、味噌湯。唔食漢堡扒都有意粉嘅。飲品方面有果汁啦、汽水、酒精類飲品，竟然有響同埋山崎威士忌，真係估你唔到。唔知道係咪太夜關係啦？本來我想試佢哋嘅名物山本漢堡扒，冇；牛油果芝士漢堡扒又冇。神奇地連特色飲品梳打沙冰都冇啊！我真係識揀啊！我個女就要咗最傳統嘅自家製漢堡扒。據餐牌介紹啊，漢堡扒係用澳洲嘅黑安格斯牛肉同埋西班牙豬肉混合而成，每日喺店裏面新鮮現攪。自家製漢堡扒有一定嘅厚度，配搭薯仔同埋西蘭花，淋上特製嘅8丁味噌醬汁。呢塊表面係煎到焦脆焦香少少嘅漢堡扒混合豬肉，好處係口感上更加 juicy， 唔會好似純牛肉咁乾實，肉質軟熟唔死實嘅。當中仲食到有洋蔥去提香添，筋膜就處理得唔夠乾淨啊，食落有筋，影響咗個口感。之後嗰幾塊漢堡扒焦脆度明顯有偏差，唔知道係咪正常定係火候控制未夠穩定啦。至於醬汁就冇乜太大特別，你話係咪驚為天人呢？又未至於，感覺同一般嗰啲漢堡扒差唔多。老婆就要咗新味明太子漢堡扒。呢塊漢堡扒最大特色係將鹹香辛辣嘅明太子配搭蛋黃醬做成醬汁。少少建議可以抹一抹隻碟，然後先上台，咁就 perfect 啦。雖然餐牌寫住係辣，可能有蛋黃醬平衡翻辣度關係，食落辣度係非常之輕微，味道差啲要用顯微鏡。即使係我嘅小朋友都食到，其實咁樣做都好嘅。醬汁鹹鮮辣嘅味道交織埋一齊，平衡翻肉類嘅油膩感，令到漢堡扒更加惹味。我個人就中意呢款醬汁多啲。頭先都提過，呢塊煎得相對就冇咁焦脆嘅。果汁係好，但係漢堡扒就顯得有啲平平無奇。配菜有西蘭花同埋薯仔，西蘭花明顯煮過咗籠啊，出現變黃嘅情況。至於薯仔反而有驚喜喎，薯仔以凍食嘅方式加埋醬汁，好似食緊沙律薯仔咁，口感幾清爽嘅。食日本菜又點少得味噌湯啊？呢碗味噌湯當中係有昆布啦、蔥花、豆腐同埋洋蔥等等，都係平時味噌湯嘅味道，只係昆布較為碎咗少少，爭啲洋蔥都大塊過佢啊！
直接食咗漢堡扒之後就試下個飯啦。餐廳就特別選用日本當造嘅米去煮啦。簡單嚟講，即係日本米。雖然白飯可以免費添加，但係個飯嘅質地呢就較為黏口，缺乏咗應有嘅粒粒分明，口感就麻麻地。食一碗就夠啦，無添加。食嘢始終要飲翻啲嘢嘅，冇理由好似我同你嘅友誼咁要飲水飽噶嘛。最後就要咗杯檸檬梳打。你見到呢杯下面嗰啲其實係檸檬嚟噶，檸檬已經係打成咗溶，味道又唔會話太酸嘅，可以直接食。檸檬梳打，檸檬清新嘅味道有解膩消滯嘅作用，再加埋梳打嘅泡泡呢，呢杯飲品都飲得過啊！我哋都食到七七八八，但說好的意粉呢，遲遲都未到啊！寫就寫，需時20分鐘，可能仲喺試業階段啊！最後等咗差唔多成40幾分鐘先上台，噔噔噔噔，萬眾期待嘅焗漢堡扒意粉終於登場啦！但係呢碟焗意粉呢，賣相有啲奇怪啊，同圖片有啲唔同，唔似一般嗰啲焗意粉咁，表面係焗到燶燶地。經理見到呢個情況啦，主動叫廚房幫我翻焗，喺品質把關上面就有待改善，始終係試業階段啦，都要啲時間去改進嘅。嗱，呢碟意粉就精神得多啦，至少聞到陣陣芝士嘅香味先啦。金黃色嘅芝士包住咗漢堡扒、意粉同埋其他嘅材料，唔好睇小佢細細碟啊，因為有芝士關係啊，食落都幾係嘢噶。芝士焗過後係做到香濃脆口嘅，好似芝士條嗰啲芝士咁，一叉起嗰陣仲有少少拉絲嘅效果添。芝士配搭意粉通常都冇得輸，除非係焗過籠啦。至於漢堡扒俾芝士蓋過咗，變到好似一塊普通肉餅，俾芝士搶去咗風頭。原來當中仲有茄子、薯仔同埋菇做配料添，食落起碼冇咁單調先。意粉吸收咗肉汁同埋芝士醬汁嘅精華，意粉係較為油少少。如果一個人食，真係會有啲漏噶。最後個肚都俾意粉打爆咗。至於有幾油咯噃，俾大家睇下個碟底，意粉差啲變成油面啊！我哋做個總結啦，日本過江龍山本漢堡，老實講啊，如果要等2個鐘，我認為就唔太值得，試過就算啦。始終係試業階段啦，我認為食物質素有改善嘅空間，加上招牌名物太早賣晒啦，難免令人有啲失望。如果你中意食漢堡扒，建議熱潮過咗之後，唔使排長龍嗰陣再嚟試都未遲。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大家可以坐港鐵去到將軍澳站，由 C 出口離開，上1樓向左手邊行就到噶啦。我中意食拉麵嘅，當我知道之前喺東京食過東京塔比洛排名第2嘅拉麵屋島正式進軍香港，聽到呢個消息可以用震撼嚟形容，心諗唔係啩，竟然開到嚟香港，當然要去回味一下，睇下拍唔拍得住東京質素先。我平日4點幾嚟到，已經有幾個人嚟排隊，5點幾直頭有10幾個人排隊添，順利第一輪入座。流程係咁嘅，客人喺外面先揀食物，入座後再確認。東京店淨係得6個座位，香港店就相對大得多。除咗有呢啲吧台位，亦都有卡位，下面有個籃俾你放置隨身物品。因為試業階段，為咗保持質素啊，拉麵限量供應嘅。我哋睇下有乜嘢食啦，同總店有啲唔同，呢度就提供4款嘅拉麵，主要係食材多與少嘅分別，先揀拉麵再揀湯底，呢度小食係多啲㗎，種類係多過東京店。我揀咗極上味肉拉麵，其實呢類過江龍店如果有本店8-9成水準，已經係還得神落噶啦。就算師傅點傳授都好啦，始終食材有機會唔同，水質又唔同，一定有分別。呢碗拉麵有最多嘅材料，有燒團腩、慢煮雞團叉燒、燉煮團肩叉燒、煙燻叉燒、海魯雲吞、豚肉雲吞、味肉等等。我去東京食嗰陣，令我最有記憶點呢，湯底係其中之一，佢以多款嘅材料，好似有日本雞啦、豚骨、堅魚乾、煮乾、乾貝、蔬菜等材料，配搭多款嘅醬油熬製而成。由於用咗唔同嘅海產同埋熟成材料，湯底係複雜而富有層次感，濃度係遠高於一般嘅拉麵。
嚟到香港，其實我都擔心香港人會唔會接受到嗰種鹹度呢？發現拉麵店就冇為咗遷就香港人口味而有所調整，呢種堅持係值得欣賞嘅。琥珀色嘅醬油味湯底，鹹味係非常霸道。如果你平時口味淡啲，建議食白醬油拉麵好過。雖然飲到最後層次就變得模糊，有少少死鹹，略為呢就唔及東京嗰次層次咁鮮明。東京另一個記憶點呢係炭烤叉燒，坐喺度都聞到陣陣炭烤嘅香味啊！香港就以慢煮嘅方式去代替，職員就建議盡快食，佢有軟腍嘅口感，原汁原味，仲有少少煙燻嘅味道添。至於呢塊叉燒唔好睇小佢啊，肉質係非常之滑，鹹香又有嚼頭，應該係搽開 SK2。燒豚腩經過燉煮再燒，豚肉係夠入味嘅，但係口感就比較實同埋乾柴，同本店就有啲距離，好似牙力大挑戰咁。據講麵條係沿用日本嘅配方，由香港嘅麵廠製作，麵條就比東京粗身少少，食落軟滑，質素唔輸俾東京店嘅出品。影拉麵就係咁噶啦，又要食又要影，好容易就索晒湯底，真係要分秒必爭，決定食晒啲麵再影。雲吞分別有海老同埋豚肉雲吞，雲吞一向係日式拉麵嘅弱項，喺日本食嗰陣就冇令我留下太大嘅印象。香港秉承咗傳統，雲吞質地呢就較為紮實普通。我認為拉麵要有味肉先夠完整嘅，味肉都做到半熟嘅狀態，係幾有蛋香味嘅。慢煮豚叉燒薄薄地一塊，質地柔軟腍滑，都係正常水準。留意拉麵店只接受電子支付嘅啫，唔好帶豬仔錢罌去啊，唔收現金噶。哇，食完出嚟仲係好多人排緊隊，想食嘅話要有心理準備。我哋做個總結啦，拉麵屋島呢間人氣拉麵店殺到嚟香港，絕對係香港拉麵迷之福。食過東京本店，我認為香港店嘅質素仲有一段嘅距離。始終難以完全複製，但誠意絕對夠嘅。我諗大概有東京店7-8成功力，好欣賞佢嚟到香港都冇刻意調淡過口味，呢份堅持先係匠心嘅精神。嗰種重口味嘅震撼喺香港少見，但我都係建議啊，等人潮過咗再嚟試都未遲。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大家可以坐港鐵去到銅鑼灣站，然後由 E 出口離開地鐵站後向左手邊方向行，行到盡頭轉右，拉麵店就喺前少少嘅位置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